哦，你根这么多，要天天浇水啊。嘿，看这种花盆里面，这个花瓶呢，这个是花瓶，哎，会开花呢。洛神花，洛神花，慢慢的茎变红色呢。本来那个茎是绿色的，开花了以后，连这个茎都变红色的。然后这个花会碎掉的，然后这个花萼整个都变红了，变红了，然后越来越大呢，最后还会爆开。大概开的时候就可以用剪刀剪下来，然后旁边那个是幼稚的，要种种子的了。你看那个根那么长，要种到开花根那么长，根很多很粗，白白的根会吸养分，吸水分。把它拿起来看，水会消失，里面那个水还加营养液，有机会有液态会，有机液态会。你看都有在吸收水分养分，根很长，帮助长大，然后会开花。你看，放在窗户旁边呢，阳光、空气、水，阳光就比较充足，长得会比较好。种到开花了，你看，种到就种在花瓶里面，花瓶呢，这是个花瓶啊。下面是集中水的，有培养土啊，还可以浇水。那个袋子要戳破洞啊。上面浇水也不能太多呢，有太多的话水会流到下面。也可以把它拿起来，看看水够不够，水不够。长得高，长得大，还开花。花谢了以后呢，慢慢的会有果实哦，果实里面有种子哦，种子晒干了还可以再培育，有没有？这叫洛神花，洛神花，洛神花，这叫洛神花，这个叫洛神花，这叫洛神花，这叫洛神花，这叫洛神花，洛神花。12不乱系统13爱惜公务14活泼应试15谨言慎行。纸张久了，你看它都会烂掉。师尊师母的像，祖师的像，西方三圣的像，
祖师师尊师母。南无弥勒尊佛，南无弥勒尊佛，南无弥勒尊佛，南无弥勒尊佛。祖师师尊师母像，西方三圣的像。13爱惜公54活泼应试15谨言慎行。而且洛神花叶子也可以，叶子嫩的还可以吃呢，很酸很酸。洛神花那是吃那个花萼了，花萼。洛神